大家好，我係阿 Jo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嘅頻道。你有冇試過夜晚瞓喺床度，準備熄燈瞓覺嘅一刻，突然腦入面跳出一堆聲音？我今日又搞亂咗啲咩？點解我咁努力都唔開心？甚至有種感覺，好似被困住咗，揾唔到出路。呢啲無形嘅鎖鏈，拉住我哋唔俾我哋過自己想要嘅人生。好似一啲好出名嘅人，例如寫《哈利波特》嘅作家，同將火箭射上太空嘅企業家，佢哋都曾經同我哋一樣，夜晚望住天花板，覺得人生好似冇晒希望。但佢哋點樣由低谷爬翻起身，甚至改變世界？記得睇到最後，會分享佢哋人生故事。等我同你慢慢講。今日同你哋一齊了解點樣可以拋開唔開心嘅感覺。今次講呢本書《如何停止不開心》。呢本書講咗14個會令到我哋唔開心嘅壞習慣，了解咗呢啲壞習慣點樣製造出負面嘅思維，用有效嘅方法幫我哋一步步走出負面情緒，就可以俾我哋過得更自在。人生唔係要跑得最快，而係要行得舒服。唔好要求自己即刻變成一個完美嘅人，亦唔好同人比較，因為你已經好努力。我只係想同你一齊揾一啲方法，幫你喺忙碌嘅香港生活裏面感受到多啲嘅溫暖同自由，俾自己一啲少少嘅放鬆時間。你辛苦咗咁耐，停一停，照顧好自己係好重要嘅一步。作者講過，你值得擁有快樂同安寧。首先唔好俾壞習慣影響到。第一個壞習慣，自卑煩惱。自我批評就係你腦入邊嗰個魔鬼評論員，成日喺你耳邊講負面嘅說話，話你唔夠好、冇用或者點解咁失敗。呢個習慣好似一個無形嘅刺，成日刺痛你嘅心，俾你質疑自己嘅價值。喺心理學層面，自我批評通常同內在嘅恐懼有關，可能源自小時候被父母或者老師過分批評，甚至係喺香港呢個高壓環境，長期被社會規範同競爭壓力洗腦，覺得唔做到最好就係失敗。久而久之，呢啲聲音變成你嘅內心對白，日日夜夜同你糾纏。試想像你喺公司做完一份報告，準時交咗上去，但腦入邊嗰把聲即刻跳出嚟，老細會唔會問點解做得咁慢呢？其實啲內容係咪可以做得更好呢？我做成咁，同事一定唔會幫我執手尾啦。你夜晚瞓唔着睇 IG， 見到朋友 post 咗一堆旅行靚相，心入邊即刻諗，我點解冇得好似佢哋咁，可以成日周圍去玩？我真係好失敗。如果你係一個家長，可能夜晚幫小朋友溫書，佢又係咁做錯，你就覺得我點解教得咁差？我係唔係一個好差嘅父母？呢啲負面聲音好似無處不在，成日喺你身邊嗡，破壞你嘅心情。短期嚟講，自我批評會令你即刻覺得好灰，失去動力，甚至唔敢同人講你嘅感受，因為覺得講咗都冇用。長遠嚟講，呢個習慣會慢慢侵蝕你嘅自信同自尊心，令你覺得自己永遠都達唔到標準。你可能會放棄一啲好想試嘅新挑戰，例如學畫畫或者跳舞，因為怕做得唔好俾人笑。夜晚瞓喺床度，腦入面無限 loop 緊，我點解咁冇用，搞到失眠，甚至有啲人會出現焦慮、胃痛或者頭痛嘅問題。慢慢你會覺得人生好似一片灰色，連快樂都揾唔到。如果你有自我批評嘅煩惱，可以參考呢啲解決方法。一、寫低正面嘅證據。首先攞一本小筆記簿，每日寫低3件你今日做得好嘅事，唔使係大成就，小事都得。例如，我今日準時交咗報告，我煮咗一餐好味嘅晚飯，我同朋友傾咗陣電話，佢好開心。喺每一項旁邊寫句溫暖嘅肯定，例如我好努力，我係值得俾自己一個 like。呢個練習好似用事實同負面聲音打交，幫你慢慢重建翻自信。如果你有自我批評嘅煩惱，可以參考呢啲解決方法。一、寫低正面嘅證據。首先攞一本小筆記簿，每日寫低3件你今日做得好嘅事，唔使係大成就，小事都得。例如，我今日準時交咗報告，我煮咗一餐好味嘅晚飯，我同朋友傾咗陣電話，佢好開心。喺每一項旁邊寫句溫暖嘅肯定，例如我好努力，我係值得俾自己一個 like。呢個練習好似用事實同負面聲音打交，幫你慢慢重建翻自信。3、定小目標，建立信心。你唔使同負面聲音眼碰眼，可以由小事開始，例如每日喺鏡前望住自己，講句我今日做得好好，多謝你，或者喺心入邊諗我係有價值嘅，我唔使證明俾任何人睇。呢啲每日做一小步，就會好似種子咁，慢慢喺你心入面生根發芽。作者為第一個壞習慣有句總結，大家可以記低，你唔使同自己嘅內心批評者爭辯，你只要溫柔咁提醒自己，我已經好夠。第二個要改變嘅壞習慣，孤立自己。當你覺得低落，
受傷或者壓力大嘅時候，選擇一個人匿埋，唔願意同人分享，甚至乎唔想俾人見到你嘅脆弱一面。呢個習慣可能同內心嘅羞恥感有關，覺得我嘅問題講出嚟會俾人笑，又或者係因為喺香港嘅文化，獨立同要堅強睇得好重要，俾人覺得麻煩人係一種罪過。結果你會習慣將所有情緒收起心裏面，一個人默默承受。你有冇試過咁？喺工作上俾老闆鬧咗一餐，心入邊好唔舒服，但你唔敢同同事講，怕佢哋覺得你冇用。放工返到屋企，你一個人瞓喺床上面，攬住個枕頭靜靜咁捱過去。又或者你同朋友有誤會，但唔敢開聲解釋，寧願一個人喺屋企煲劇，假裝冇事。如果你係屋企家庭支柱，可能成日為屋企人操心，夜晚一個人喊到眼都腫晒，但第二朝仲要扮堅強，唔想俾人知你嘅脆弱。你唔使一個人捱，你嘅心值得被聽見。孤立自己好似將你同外界嘅溫暖隔絕開嚟。短期內你可能覺得一個人捱好過俾人知，但其實你會錯過好多支持，例如一個朋友嘅抱抱，一句同你講辛苦晒你，甚至係有人陪你傾心事。長遠嚟講，你嘅社交圈會越縮越細，孤獨感會越嚟越重，甚至可能出現抑鬱嘅徵兆。你嘅心就會變得好似一座孤島，冇人明白，亦冇人靠近。要改變孤立自己嘅壞習慣，由小事開始分享，揾一個你信任嘅人，例如一個好朋友或者家人，試下分享一啲小事，例如我今日有啲攰，工作壓力好大，唔使即刻講晒心底話，只係試下打開一扇窗，俾自己感受被聽見嘅溫暖。參加減壓嘅活動，同朋友食個簡單嘅飯，或者去公園散步，甚至參加一啲輕鬆嘅興趣班，例如畫畫或者瑜伽，可以透過活動俾你同人聯繫嘅機會，慢慢融化孤立嘅冰層。訂立一啲小目標，重新同世界聯繫，例如我今個星期同一個朋友傾5分鐘電話，或者我回覆一個 WhatsApp 信息，由一小步開始，重新同世界聯繫，俾自己一個支持網絡嘅開始。第三個要改變嘅壞習慣，麻木自己就係用唔健康嘅方式去逃避情緒，例如過度飲食，係咁煲劇、飲酒過量，甚至無止境咁碌手機。呢個習慣通常係因為我哋唔知點樣面對痛苦，或者覺得感受情緒太辛苦，所以選擇用即刻嘅快感去蓋過內心嘅波動。喺香港嘅快節奏生活，呢個習慣特別常見，因為我哋成日覺得要即刻放鬆，但冇時間同空間去正視自己嘅心。OT 完返到屋企覺得好攰，好自然想放鬆下，拎起一包薯片同可樂食唔停，覺得食完會開心啲。又或者你夜晚一個人喺房，碌手機碌到3點幾，眼蒙蒙，但仲唔肯瞓，因為一停低就覺得好多壓力湧上嚟。忙完一日之後，只係想煲劇煲到天光，唔想停低。短期嚟講，麻木自己好似一支止痛藥，俾你一陣嘅逃避感，但其實只係將情緒壓抑落去，但問題只會越積越多。你可能食咗好多嘢，但仲係唔滿足，甚至覺得內疚，第二朝起床更加攰，更加冇精神，影響工作同生活。長遠嚟講，你會同自己嘅內心脫節，揾唔到真正嘅快樂，甚至連自己點解唔開心都唔知，變成一個惡性循環。感受你嘅情緒，係你對自己嘅溫柔承諾。停一停，反思一下，下一次你想拎薯片或者煲劇嘅時候，停低5分鐘，深呼吸，問問自己：我而家逃避緊乜嘢？係攰、傷心，定係壓力大？俾自己一個機會去感受，而唔係即刻用行動蓋過情緒。揾個健康嘅出口，試下將麻木嘅行為換成其他嘅方式，例如聽一首輕鬆嘅歌，喺屋企做5分鐘伸展運動，行出去呼吸新鮮空氣，甚至沖一杯暖粒粒嘅茶，攬住個杯感受下溫度。呢啲小動作可以幫助你同自己嘅心聯繫，而唔係一味靠逃避嘅活動。又可以試下寫低感受，面對自己情緒，攞張紙或者用電話記低。例如我今日好唔開心，因為工作好混亂。寫完之後俾自己一句安慰：你辛苦咗，唔緊要，慢慢嚟。呢個練習好似同自己溝通，幫你一步步面對情緒。作者提到，你嘅人生係獨一無二嘅，唔使同人比較，你已經好靚。如果你成日同人比較，睇住人哋嘅成就、樣貌、財富，甚至生活方式，然後覺得自己永遠唔夠好，最後陷入一種無力同絕望嘅情緒。第四個壞習慣，比較同絕望。呢個習慣同心理學上嘅社會比較理論有關，係人類天性，但喺今時今日嘅社交媒體時代，會被放大咗10倍。競爭文化同人比人嘅心態無處不在，好容易令我哋覺得輸俾人。見到同事升職加薪，你會唔會覺得我點解仲係原地踏步？我有咩用？
如果你有小朋友，見到其他家長嘅小朋友攞好多獎，又好多才多藝，你會唔會諗，我點解冇俾到同樣嘅機會個小朋友？我係唔係一個好差嘅家長？呢啲比較只會即刻搶走你嘅快樂，俾你覺得自己好似一文不值，你可能會即刻失去動力，甚至唔想再努力，因為覺得點做都追唔上，夜晚碌手機碌到喊，因為覺得同人嘅差距太大，人生好似冇晒希望。長遠嚟講，呢個習慣會削弱你嘅自尊心，令你放棄夢想，甚至同身邊人疏遠，因為你覺得佢哋咁叻，我同佢哋唔同嘅世界。要減少比較帶嚟嘅焦慮，我哋要專注自己嘅進步，可以試下以下嘅方法：每日攞筆記簿寫低3件你今日做到嘅事，例如我完成咗一個任務，我同小朋友一齊玩咗陣，我今日早咗瞓覺休息，將焦點放返喺你嘅努力同成長，而唔係人哋嘅成就。社交媒體好容易令你同人比較帶嚟嘅焦慮，減少社交媒體嘅影響，試下取消追蹤一啲令你覺得壓力大嘅 channel， 或者 set 一個時間限制，例如每日只睇15分鐘 IG， 俾自己一個清靜嘅空間，唔使成日被人哋嘅 highlight reel 轟炸。仲有，每日同自己講，我有我嘅路，唔使同人比，我嘅人生有我嘅價值，提醒自己你已經好足夠。自我破壞喺重要時刻退縮，或者無意中破壞自己嘅計劃，自己同自己作對，呢個習慣可能同內心嘅恐懼有關。例如覺得自己唔配擁有幸福，或者怕失敗，不配得感係心理學上，呢個係一種自我保護機制，但反而會阻礙你嘅成長同進步。所以作者提出要改變嘅第5個壞習慣，自毀同自我破壞。你有冇試過準備咗好耐去應徵一份新工， CV 已經寫好晒，練咗好多次自我介紹，但面試前一晚突然想唔去，因為心入面覺得我一定唔得，試咗都係浪費時間。係啱啱開始發展嘅感情上，關係開始穩定，但你突然挑剔佢嘅一啲小缺點，甚至同佢嘈交，因為潛意識覺得幸福唔會屬於我。自我破壞會令你錯過好多機會，例如一份新工、一段好嘅關係，甚至一個成長嘅可能性。你可能即刻覺得鬆咗一口氣，但之後會後悔同埋怨自己。長遠嚟講，你會覺得人生停滯不前，夜晚瞓喺床上會諗，點解我成日破壞咗自己嘅人生？好後悔，慢慢你嘅自信會被磨蝕，甚至覺得自己冇能力改變。要改變呢個壞習慣，首先要改變自己嘅負面思維，唔使即刻要求自己揾到新工，先試下寫好 CV， 或者揾個朋友幫你改一改。每完成一個小成功，會俾你動力繼續向前行。同一個信任嘅朋友或者家人講你嘅計劃，得到佢哋嘅鼓勵同支持，會幫助你跨過內心嘅恐懼。要記住，你唔使同自己嘅恐懼作戰，你只要溫柔咁踏出一步就夠。老細欣賞你升咗你職，但我心入邊覺得我只係幸運，老闆唔知我做嘢有幾咁混亂。又或者你做咗一個好出色嘅 present， 同事同老闆讚你，但你又覺得佢哋都唔知我點樣捱夜先搞掂。又或者二元關係上面，對方咁叻咁靚，成日都覺得自己差，襯唔起另一半嘅諗法。你如果以上諗法嘅出現，你可能有第6個壞習慣，冒充者綜合症。咩係冒充者綜合症？就係覺得自己嘅成就係運氣得嚟，而唔係靠實力。成日怕人發現你唔夠料，好似你係一個冒牌貨。呢個習慣可能同過去嘅失敗經驗有關，或者因為喺香港嘅高競爭環境，我哋成日被要求做到最好，一旦有成就，反而唔敢相信係自己嘅功勞。短期嚟講，冒充者綜合症會令你冇法享受成功嘅喜悅。你可能表面笑住接受讚美，但其實內心好焦慮，怕隨時俾人拆穿。若冇意識到焦慮嘅出現，你會越來越唔敢接受新挑戰，因為覺得我唔夠資格，甚至會諗我會唔會有一日俾人發現我係假。呢種壓力會影響你嘅心理健康，令你嘅自信越嚟越低。所以當有人讚你，你可以簡單講句多謝，唔好即刻推開人哋，或者講一啲寒暄嘅說話。我只係好彩，試下接受人哋嘅肯定，俾自己一個認可嘅機會。要主動同人分享你嘅成功，都係幾好解決冒充者綜合症嘅出現。例如我今日攞咗獎，覺得幾開心，聽下佢哋嘅反應同鼓勵，幫你建立翻真實嘅自信。作者希望大家明白，你嘅成就係真嘅，你嘅努力值得被看見。取悅其他人，想要人認同，並唔會令你停止唔開心嘅情緒，相反可能令你更攰，甚至有可能得到一啲唔公平嘅結果。心諗點解我成日要遷就人，我有咩回報？甚至會一個人喊，只會更加唔開心。第7個要改變嘅壞習慣，取悅別人，尋求認可。
取悅其他人就係成日將其他人嘅需要放喺自己嘅眼前，犧牲自己嘅時間、精力甚至感受，只係為咗俾人開心或者要得到認可。呢個習慣可能源自細個嘅經歷，例如要靠取悅父母或者老師嚟獲得愛同肯定。喺香港，我哋成日被教育要識做人，唔想俾人覺得自己自私，所以為咗取悅其他人成為職場社會嘅生存指標。但長遠為咗迎合人，你會慢慢失去自我，覺得自己嘅價值只係嚟自其他人嘅認可，甚至唔知自己真正想要啲乜嘢。所以作者提到，你唔使做到要所有人都中意嘅人，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夠。你可能喺公司已經好忙，同事問你可唔可以幫手整理翻亂咗嘅文件，你明明好攰，但都會講得啦，我幫你。又或者朋友約去一間你唔中意嘅餐廳，你唔想掃興就答應咗佢。你可能成日為屋企人安排晒所有嘢，例如煮飯、執屋、接送小朋友，但從來唔敢講自己嘅需要，怕俾家人覺得唔夠好。如果你面對以上情況，要解決問題，要練習 say no。例如同事要求你幫手嘅時候，試下講：我今日真係好多嘢做，可唔可以揾其他人幫你？用溫和嘅語氣表達自己嘅界線。下次有人要求你做嘢嘅時候，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問問自己呢件事對我有乜嘢好處？我係唔係真係想做呢？如果答案唔係對自己有利，就勇敢拒絕，俾自己一個優先嘅機會，肯定自己嘅價值，提醒自己你嘅價值唔使靠其他人嘅認同。第8個壞習慣，處女座嘅朋友最容易出現，就係完美主義，對自己要求太高，覺得任何嘢都要做到100分，唔係就覺得好失敗。呢個習慣可能同存劃無思維有關，即係覺得一定要完美，如果唔夠完美就係垃圾。你可能改一份報告改咗10次，夜晚瞓唔着，因為覺得仲有啲地方做得唔夠好，又或者你執屋執到半夜，因為少少嘅污點都接受唔到，覺得唔乾淨就用更多時間清除。完美主義會令你好焦慮，成日覺得唔夠好，甚至唔敢交出成果，因為怕俾人批評。長遠嚟講，你會好攰，甚至怕浪費時間，反正自己做極都唔好，又準備得唔夠，唔敢試新嘢，因為覺得做唔到完美不如唔做。你嘅自信會被削弱，夜晚可能 loop 緊我點解唔完美，搞到好難放鬆。完美主義係一種執着，要學習接受人生總有不完美，試下容許一啲唔完美嘅出現，例如我今日冇執好床，但冇問題，或者報告有啲小錯，但整體 OK， 又可以試下 set 時間限制，俾自己一個 deadline， 例如我用30分鐘搞掂報告，夠鐘就停，好好咁限制時間，可以幫你放手，唔使無止境追求完美。心理學家阿德勒講過，認同接受自己嘅唔完美，認同寬待對方嘅唔完美，唔完美亦冇咩唔好，咁樣先至有人情味，亦係可愛之處。需要被關心，唔代表你唔強大。第9個壞習慣，偽裝出嚟嘅堅強，覺得自己成日要好硬淨，唔可以示弱或者喊，甚至唔容許自己有脆弱嘅一刻，覺得表達情緒係軟弱嘅表現。獅子山精神，香港人要捱得，要堅強，所以好多人習慣咗將情緒收埋落去。當你失業或者同伴侶分手，心入邊好痛，但唔敢同朋友講，成日扮開心，因為覺得喊有咩用，會俾人笑。又或者你夜晚一個人喊完，第2朝洗完面同同事講我冇事，唔使擔心。偽裝堅強會令你覺得好似一個人喺戰場，冇人支援，你嘅心會好似被封住，無處釋放情緒，甚至同自己嘅情感脫節，覺得好孤單，掩藏負面情緒，更可能患上微笑抑鬱症。面對生活嘅困難同挑戰，唔少人都傾向先壓抑情緒之後再處理，但壓力累積過度嘅話，隨時會爆煲，所以要揾一個你信得過嘅人，試下將內心嘅說話同佢講，打開心扉，俾自己一個被理解嘅機會，可以俾自己喊嘅空間，例如睇一套感人嘅電影，或者喺房入邊大聲喊。記住，喊唔係代表你軟弱，係釋放壓力嘅一種方式。大家有冇聽過心理學現象墨菲效應？當你越愛一個人，越容易失去對方。你越係在乎對方，就越容易做出一啲行為令對方反感、討厭、感覺到壓力嘅事。第10個壞習慣就係控制，唔容許任何意外或者失控嘅情況出現，想掌控晒所有嘢先至有安全感。你可能去旅行要 plan 晒每分鐘，連食飯同影相嘅時間都要定好。如果有意外，例如交通延誤，就覺得好亂好不安。又或者喺工作管理同事，成日 check 佢哋嘅進度，因為覺得唔親自睇就唔放心。如果係家長，可能連佢哋點玩、幾點瞓都要控制，
怕一放手就亂晒龍，慢慢變成控制狂、怪獸家長。其實控制欲造成原因，心理學上認為源於內心嘅不安全感，恐懼未知嘅事，對自我價值、能力、周圍環境嘅不確定性，想通過控制嚟尋求安全感，怕被剝奪產生恐懼，擔心失去已經擁有嘅嘢，所以產生強烈控制欲望。過強嘅控制欲望會對人際關係造成負面影響，因為唔信任其他人，導致關係緊張，甚至破壞關係，例如做出情緒勒索、操控對方、激起矛盾，造成感情上嘅傷害，好容易扼殺對方嘅自主權，導致關係更加緊張。放手唔係放棄，係俾自己一個自由嘅呼吸。首先，我哋要學習信任，嘗試相信其他人，放手俾啲空間對方同埋自主權，培養健康嘅依賴關係，增強自信心。可以幫助提升自己嘅安全感，可以試下發展唔同方面嘅興趣，減少對外界嘅依賴。當你出現控制嘅時候，問自己最壞情況，如果我放手，最壞嘅結果係乜嘢？例如同事將啲嘢搞亂咗，但我可以再改翻好喎，通常唔係咁嚴重。呢個方法可以幫你減輕壓力。你會唔會跌入一個情緒陷阱，成日誇大事情嘅嚴重性，認為事情會朝住最壞嘅方向發展？咁嘅話，你好容易有第11個要改嘅壞習慣——災難性思維。人係遇到困難嘅時候，經常會過度陷入負面情緒裏面。喺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認知偏誤，指人喺思考同判斷嘅時候，會受到自身經驗、信念同情緒等因素嘅影響，而產生同客觀事實不符嘅認知結果。其中，負面情緒會導致一種叫做災難化嘅認知偏誤。災難性思維就係成日想像最壞嘅情況，將小事放大成大災難。焦慮覺得凡事都會變壞，甚至潛意識預備自己去面對最差嘅結局。可能老闆只係簡單同你講咗一句，我哋要傾下，你就即刻諗，我會唔會被炒？我做錯咗啲咩？又或者你有啲頭痛，就覺得自己會唔會有大病？係唔係腫瘤？睇到小朋友考試成績唔好，佢會唔會冇前途？我點救佢？呢啲諗法好似滾雪球，越滾越大。災難性思維會令你好緊張，心跳加速，甚至即刻覺得冇晒力。你嘅心會成日處於備戰狀態，夜晚腦入面 loop 緊最壞嘅劇本，搞到失眠或者壓力爆煲，影響日常生活同健康。你要知道，你嘅心唔使成日準備打仗，俾自己一個平靜嘅空間。認識接納自己嘅情緒好重要，唔好再過度自責，係改變思維第一步。學習辨識自己點解出現災難性思維，意識到佢之後，認為佢係唔準確嘅，同自己講係我自己諗多咗，用一個更積極客觀嘅方式。專注問題嘅解決方案，而唔係過度關注問題嘅本身。諗下之前嘅擔心有幾多成真，用經驗提醒自己唔使過分放大，要保持心理嘅健康。第12個壞習慣，指責行為，將問題怪喺人或者環境，唔願意承擔自己嘅責任。呢個習慣可能源自無力感，個人嘅防禦機制，覺得怪咗人，自己就唔使面對問題，指責受害者，或者將犯過嘅錯都歸咎受害者。呢一種唔合理嘅認知，可能對受害者造成第2次傷害，掩蓋咗真正嘅加害者。喺香港，我哋成日聽到揾個人出嚟負責，所以好易養成呢個習慣，係一種負面而具破壞性溝通。當我哋指責其他人嘅時候，通常係因為內心有挫折或者無力感，但呢種行為只會令情緒變得更負面，解決唔到問題。長遠嚟講，指責仲會破壞人際關係，令自己覺得更孤立同唔開心。與其將焦點放喺邊個要負責任，不如試下問自己一啲建設性嘅問題，例如我可以做啲咩去改善呢個情況？我可以從中學到啲咩？將注意力轉移到解決問題同個人成長上，比單純指責人更加有效。因為指責改變唔到過去，反而會令你同身邊嘅人更加唔舒服。當然，每個人都會犯錯，感到失望或者唔開心係好正常嘅事，但關鍵在於點樣喺錯誤中學習，然後向前望。試下用呢種方式處理，下次可能會覺得輕鬆啲，心情都會好啲。Apple 創辦人 Steve Jobs 係一個好例子。佢喺1985年被自己創立嘅公司解雇嘅時候，冇選擇指責公司或者同事，反而反思自己嘅不足。佢之後創立咗 Next 同 Pixar， 最終重返 Apple， 帶領公司成功。佢話過，被 Apple 解雇係我人生中最好嘅事。呢個例子證明，唔指責同自我反省可以帶嚟更大嘅成長同成功。放開指責，你會揾到改變嘅自由。所以當你想怪人嘅時候，就問自己，我可唔可以做啲乜嘢改善？例如，我可以同同事一齊搞翻掂佢，而唔係等佢主動。同自己講，怪人冇用，
我要揾方法解決，將能量用喺改變，而唔係指責對方。你有冇試過夜晚一個人坐巴士，望住窗外面五光十色嘅霓虹燈，但心裏面覺得一片空虛，甚至連自己嘅人生都唔想再理？寧在意心態要停止唔開心，要改變嘅第13個壞習慣。作者形容呢個習慣係犬儒主義打咗類固醇。類固醇咁誇張嘅比喻背後有咩意思？諗起一個女人，佢叫 J.K.， 當時30歲，住喺愛丁堡一間細公寓，獨自一個人養個女。佢以前夢想做作家，但現實將佢擊倒，因為佢面對失業、離婚，靠救濟金過活。夜晚佢攤喺床上就望住天花板，心裏面諗：咁努力有咩用啊？呢個世界都唔會理我，我都唔 care 呢個世界。佢表面好似好堅強，但內心好似一盤散沙。佢非常絕望，連當初嘅夢想自己都冇辦法再實行。作者同大家分享一個概念，就係寧在意心態。呢個心態有啲似犬儒主義打咗類固醇，即係話佢會將我哋嘅冷漠同失望推到一個極端嘅地步。好似 J.K.， 佢曾經喺人生低谷時覺得努力冇用，甚至唔想再理咁多，但最後佢放低咗呢啲負擔，揾翻咗人生嘅光。呢個就係我哋要講嘅主題，點樣從寧在意心態走出嚟，重新揾到希望。J.K. 嘅人生唔係一開始就咁灰暗，佢曾經好熱愛寫作，夢想創造屬於自己嘅故事世界，但現實好似一場打極都唔完嘅仗。佢嘅投稿一次又一次被出版社拒絕，銀包空空如也，朋友一個個避開走遠。有一晚，佢獨自坐喺咖啡店，望住窗外嘅雨，心裏冷笑咁諗：成功同我有乜關係？外在嘅壓力同內心嘅放棄，慢慢將佢推向寧在意心態嘅邊緣。喺一間舊咖啡店嘅角落 ，J.K. 坐喺嗰度，面前放住一杯已經凍咗嘅咖啡，台上放滿咗手寫嘅稿，窗外嘅雨聲滴滴答答。佢攞起支筆，手指停喺半空，最後又放低。佢望住女兒喺旁邊熟睡，心裏覺得連呼吸都好攰。有一日，佢寄出咗嘅投稿，終於收到回覆：你嘅故事好有潛力。佢睇完封信，即刻心跳加速，但經歷太多嘅失敗，希望所帶嚟嘅失落，內心嘅冷笑又返嚟。有咩用啊？又係失敗。之後佢夜晚一個人坐喺窗邊，望住月光倒影喺茶杯上，回想翻以前寫作嘅快樂時光，心裏慢慢出現一啲溫暖嘅感覺。J.K. 攞翻起一支舊筆，手指輕輕摸住磨損咗嘅筆桿，佢眼裏面充滿熱淚。雖然係咁，但佢唔係想喊，而係突然諗翻起自己曾經好愛呢啲簡單嘅快樂。佢心裏問自己：我點解放棄咗？呢一刻，佢感受到一絲微弱但真實嘅希望。哈利波特終於出版咗，而 J.K. 即係 J.K. 羅琳，佢喺書店見到讀者熱情嘅眼神，嗰一刻佢突然醒覺，寧在意心態就好似一支類固醇，將佢嘅犬儒主義無限放大，令佢嘅靈魂變得空洞。佢決定放低呢支類固醇，重新開始。而家 J.K. 羅琳已經成為咗一位改變無數人嘅作家。佢曾經講過，每個低谷都係人生嘅轉折點，等我哋可以停一停，去反思自己嘅路。佢嘅經歷正正提醒咗我哋，寧在意心態係一個危險嘅壞習慣，會將冷漠同失望無限放大。但只要我哋放低呢份冷漠，俾自己一啲空間，就能夠重新去愛，去感受。你有冇試過想象，連 Elon Musk 咁成功嘅人都會覺得自己人生失控？我想同你分享一個真實故事。第14個壞習慣，過度成就。呢個習慣好似坐火箭咁，可以推你上高峰。但你有冇諗過，上到高峰後面可能係懸崖？講到 Elon Musk，你一定唔陌生。佢係 Tesla 同 SpaceX 嘅主腦，全球最出名嘅企業家之一。佢喺南非長大，憑住一股拼勁，佢能夠將火箭射上天，又將電動車變成潮流，最後更成為一位億萬富翁全球首富。表面上佢係成功嘅象徵，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喺呢啲光環嘅背後，佢嘅人生其實藏住另一面。我想講嘅係，過度成就好似雙面人。佢會俾你榮耀，但同時佢又搶走你嘅健康、家庭，甚至內心嘅安寧。Elon Musk 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。佢試過喺 Twitter 講，一星期工作120個鐘，佢幾乎冇得停冇休息。SpaceX 同 Tesla 嘅成功係靠無數個通宵同壓力換翻嚟。外界要佢不斷創新，投資者又催佢交出成績，但佢心裏面點諗？佢曾經笑自己：我真係一個笨蛋。呢句說話隱藏住一個做到攰做到散晒嘅人。過度追求成就，差啲將佢推落去谷底。眾所周知，
Elon Musk 係一個好愛小朋友嘅爸爸。試諗下，一個深夜，Elon Musk 坐喺 SpaceX 嘅辦公室，台面堆滿咗火箭設計圖同數據分析。佢攞起一支筆，喺一張紙上勾畫出一個火星殖民地嘅藍圖。佢望住呢個草圖，眼神非常滿足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又向改變人類未來嘅目標又行出咗一步。但就係呢一刻，佢嘅電話響咗一下，係佢一個仔 send 嚟嘅訊息：爹哋，你幾時先返到屋企？我哋好耐冇一齊玩啦。Elon Musk 望咗一眼訊息，猶豫咗1秒，然後將電話放低，即刻重新投入工作。呢個決定佢已經做過無數次，但佢有冇停落嚟諗過呢啲小犧牲累積起嚟會變成幾大嘅遺憾？呢個就係過度成就嘅代價。佢用咗人生中同家人相處嘅時光去換取一個又一個嘅里程碑。眾所周知，Elon Musk 係一個好愛小朋友嘅爸爸。試諗下，一個深夜，Elon Musk 坐喺 SpaceX 嘅辦公室，台面堆滿咗火箭設計圖同數據分析。佢攞起一支筆，喺一張紙上勾畫出一個火星殖民地嘅藍圖。佢望住呢個草圖，眼神非常滿足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又向改變人類未來嘅目標又行出咗一步。但就係呢一刻，佢嘅電話響咗一下，係佢一個仔 send 嚟嘅訊息：爹哋，你幾時先返到屋企？我哋好耐冇一齊玩啦。Elon Musk 望咗一眼訊息，猶豫咗1秒，然後將電話放低，即刻重新投入工作。呢個決定佢已經做過無數次，但佢有冇停落嚟諗過呢啲小犧牲累積起嚟會變成幾大嘅遺憾？呢個就係過度成就嘅代價。佢用咗人生中同家人相處嘅時光去換取一個又一個嘅里程碑。Elon Musk 嘅人生真係好似坐火箭咁，佢創立 PayPal， 賣出賺咗第一桶金 ，SpaceX 火箭升空，震撼全世界 ，Tesla 市值更加一飛沖天，遠遠拋離傳統車廠。呢啲成就真係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但佢自己都講過，呢啲輝煌背後，佢付出咗唔少代價。喺一次採訪中，佢話：我嘅工作量已經瘋狂到一個地步，我真係唔想再咁落去。呢句話聽落有啲無奈。一個追逐無數里程碑嘅成功者，都開始感受到健康同家庭關係慢慢流失嘅痛。講到家庭，Elon Musk 同佢女兒 Vivian 嘅關係就係呢個代價嘅最好寫照。Vivian 曾經公開批評，話父親只喺10%嘅時間出現。呢個數字背後係 Vivian 對爸爸長期缺席嘅真切失望。兩人之間嘅疏遠喺 Vivian 嘅性別轉變議題上更加明顯。2024年7月，Elon Musk 提到咗佢對 Vivian 轉變嘅強烈不滿。我嘅兒子已經死咗，被覺醒思維病毒殺咗。佢仲話 Vivian 16歲嘅時候，佢被騙去同異性別肯定治療，例如青春期阻斷劑，甚至將呢個轉變視為一種損失，而唔係接受佢嘅新身份。呢啲言論流露咗佢喺家庭議題上嘅掙扎同遺憾。佢同女兒之間嘅鴻溝越拉越大。Elon Musk 喺一個有一個目標嘅追逐中，成就固然驚人，但佢似乎開始意識到有啲最珍貴嘅東西，健康同家人，已經喺不知不覺間流走。Vivian 嘅批評同佢對性別轉變嘅激烈反應，唔單止係父女間嘅矛盾，更係過度追求成就嘅後遺症。健康透支，家庭關係破裂，甚至同至親之間出現咗難以修補嘅裂痕。其實 Elon Musk 早就感受到咗追逐成就嘅代價。佢曾經講過，工作幾乎吞噬咗佢嘅人生，甚至連生日都要喺工廠度過。家人同佢漸漸疏遠，健康亦都開始出現問題。有一日，佢喺 Twitter 上寫咗一句：我想試試平衡工作同生活。呢句話表面上好似一個成功者嘅演繹，但背後其實係佢嘅一次覺醒。佢終於發現，過度追求成就唔單止俾唔到滿足，反而令佢覺得空虛。喺 Tesla Model Y 發佈會之後，有記者問咗 Elon Musk 一個問題。佢呆咗幾秒，然後沉住聲線咁講：我真係唔想再咁捱落去。喺呢一刻，佢好似突然醒覺，不顧一切地追逐成功，就好似跑緊一場無止境嘅馬拉松。雖然衝上咗頂峰，但望翻轉頭，人生已經被透支得七七八八。跟住佢開始試下放慢腳步，唔再日日全力以赴咁做嘢，揾啲時間陪家人，甚至想揾翻當年創業嘅初心。你覺得佢呢個轉變會唔會嚟得太遲？而家嘅 Elon Musk 依然係一個改變世界嘅人，但佢多咗一份反思。佢曾經講過，成功唔應該係要犧牲一切嘅代價。佢嘅故事某程度上好似喺問我哋，連 Elon Musk 咁嘅人都要學習放手，我哋又點解唔試下？不如停一停，問問自己，我追緊嘅究竟係成功定係幸福？試下俾自己少少空間，放低一啲包袱，去感受下真實嘅人生。講咗咁多，我希望你明白，唔開心唔係你嘅錯，而係一個機會，等你停一停，重新睇下自己
而第一步就係同我哋講咗嘅第一個壞習慣自卑煩惱說再見。當腦入邊嗰個魔鬼評論員話你唔夠好嘅時候，試下攞支筆同紙，寫低你今日做得好嘅3件事。例如我早咗瞓覺，我今日有準時食嘢，甚至係我記得飲足8杯水，然後望住呢啲字，同自己講我已經好努力，我值得快樂。你唔使同負面聲音硬碰硬，只要溫柔咁提醒自己，我已經滿足。人生唔係要俾人睇你有幾叻，而係要你過得舒服。你辛苦咗咁耐，俾自己一啲空間，放鬆一下。你值得擁有安寧同快樂。覺得呢個方法有用，重播一次，試試寫低你嘅3件事，睇下點樣改變你嘅心情。一齊同唔開心講拜拜啦！如果你中意今日呢條片，記得多多支持，俾個 like、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仲有唔好忘記 subscribe 我嘅頻道。你哋嘅每一個留言同支持都係我繼續做片嘅最大動力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大家再見。